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民张伟民来关心着吼，咱讲年底啊吼，食买个真济啦吼，啊千万唔通啉酒来开车。尤其咱看到讲高雄市的这个案例啦吼，咱讲到26的这个暗时发生一死3伤这个事故，而且呢，这个姓黄的这个驾驶竟然是第3届食酒开车，互人抓啦吼，啊这回佫出现着咱讲的这个事故，咱看到讲高雄市长陈其迈就建议中央来修法，讲用杀人罪来论啦吼，啊共车这人客嘛就要带。吼，咱讲相关的这个刑事责任，其实咱讲哦，法务部长吼蔡清祥而且时阵嘛讲，准年咱就已经提出到食酒开车，这无确定杀人故意受罚啦吼。但是迄当阵立法院修法无通过啦吼。但是嘛承诺，这个食酒开车的累犯超过5档吼，是毋是应该啊加重，甲无期徒刑啊，是讲扣车啊，并且呢没收伊的这个车辆吼，这咱等好好来讨论。另外咱讲到吼，身为公众人物吼，宋少卿啦吼，伊嘛。知影啦吼，咱讲吼，这个歹模范的这个代表啦吼，咱讲已经3届至5届这个开车吼，这个食酒开车互抓啦吼，虽然无造成死亡，也是讲这个伤吼，但是咧刚弄掉啦吼。另外这嘛是伊第5届，咱讲吼，真正3万块交保。有影吼，真介少啦吼。啊，咱讲吼，真正若是讲吼，这个无要无紧啦吼，无去互抓着，也是无弄死人，无弄着伤吼，有的人就存着这款的这个心态啦吼。咱等下讲着，透过这个法律的赞助，还是其他的赞助，会当来避免这款的这个憾事来发生无啦吼。另外，咱讲着吼，2019年的时阵修法，其实咱讲吼，即阵已经重罚再重罚，但是为什么这个部分也是有真侪人？吼，挑剔要啉酒，过来开车啦吼。另外，免予受罚这个部分吼，10年内若是搁犯吼，初犯致重伤，还是讲吼这个死亡，吼没收的这个车辆，还是讲这个人客啦吼，坐点共车嘛要提悬着这个罚则啦吼。但是咱讲吼，哪咧犯呢？有的人讲吼，这个钱介济啦吼，都是唔惊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好好来对话。先来邀请这部电影所来宾，就来邀请台湾防制啉酒开车关怀协会前秘书长，啊，即阵嘛是咱台湾安全驾驶监督联盟发起人林美挪。好，伟民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咱邀请艋舺分局这个交通警员赵炳锦，赵部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咱等下嘛邀请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苗博雅来到咱节目现场啦。首先，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宋少卿啦，咱讲宋少卿这个艺人5届食酒开车啦虽然咱头都讲到无造成的这个伤亡，但是敢真正你来弄着人啊，弄死人啊，你才会来反省来反悔啦咱先做回来看。这只黑色的轿车驶过新北市邦桥的路口，明明是红灯煞无停落来，去弄到头前的客停车，加在双边拢无人受伤。警方到现场了后，闻到轿车的驾驶分尸顶有酒味，这个驶车的人是艺人宋少卿。不酒驾呢？警方改做酒测，有甲0.95毫克，明显超标。甲宋少卿以涉嫌犯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检方侦讯了后，以3万块交保。伊面对镜头的时阵是几啊届回事的，讲伊是伫自产了后，有找代理驾驶，煞家己为停车场驶车去会合，所发生车祸。即使是叫了代驾，也应该全程都交由代驾来驾驶，这才是安全驾驶。就这一点点小小的侥幸心态，造成大家的困扰，真是抱歉，真是对不起。伊在为啉酒驶车的行为回失的，不过这已经是伊第5届因为啉酒驶车的争议上新闻啊。伫2004年的时阵，伊捌驶车去弄着路边的2只轿车，车是漏油搁呛烟，人坐伫车底困去，结果酒测但是超标。2018年甲2020年，拢是啉酒了后有请代理驾驶，不过煞家己退手，驶车转去停车场。伊伫直播的节目顶悬，捌承认讲，伊家己是犯啉酒驶车的学长。伊是感觉真后悔，即届佫因为啉酒驶车去互抓着，甲伊已经合作30年的上下瓦舍，网友讲嘛出面话讲，绝对袂原谅伊即种行为，会停止伊伫团内底的演出。我保证，全台湾2022年任何一场花火兰，你不会看见宋少卿，我不会让这个酒驾累犯上台的。目前宋少卿伫上下瓦舍有参与2出戏，其中1出戏最近就要开演啊，敢来当随换演员，因为另外1出戏嘛暂停卖票。宋少卿啉酒驶车是差一点就出代志，连伊的好朋友都真生气，唔通大概就结苦苦。啉酒驶车是真有可能会造成无法度弥补的悲剧。记者综合报道。
是啊，咱先来讲到吼，食酒赛车这款心态吼，一再犯，搁再犯吼，啊，掠到误解，搁唔惊，这种心态到底是啥物？咱先来请教吼，这个部分吼，到底安怎来去解说这款的这人到底心态是安什么心嘛？是，我想这2天哦，嘛有这个朋友吼，透过面册来跟我联络吼，嘛有这个受害者，伊嘛是拄到律师的情形互这个酒驾的累犯弄到哈，虽然无甲重伤，但是对方呢就2串胶调整和解赔偿也无要来讲开庭出庭嘛，本人也拢无要出面伊就是走互你立 OK 互阮即个受害者年外抑阁有受到即个创伤后的症候群安尼影响。伫遮我要问宋少卿宋少卿。你当时才会觉悟，你当时才唔敢去酒驾。OK。你是啥？你是认错不改过呢？你知影唔对，但是你1届、2届、3届、到5届，我感觉伊即个表演的单位，唔那是2002年无要互伊上台，应该是永远都无互伊上台，永远都无法度互伊上台。有影。别人若拄到这种酒驾受害是。家破人亡，酒驾者你是认错不改过，而且你即马是安怎？阮社会无法度互你身败名裂吗？对无？虽然你无弄着人，甚至讲话无弄着人重伤，无弄着人死亡，但是这累犯是安那互大家感觉无法度忍受？就是讲，你就是拢爱弄着人，你才惊着，才知死。但是迄个时阵，已经一切拢后悔来不及啊！所有的受害者，老实讲，逐工咧发生，也佫有足侪无名的人咧受害。是，咱讲到吼，讲到真正是这故事要讲到天哦，这目屎就飞袂离。是，咱讲到吼，这个宋少卿啦吼，伊其实讲伊有要找这个吼代理驾驶呢，但是讲吼，伊是这个自停车场开起咧要吼。甲这个咱讲吼代理驾驶配合，这款的这个理由，应该一般人嘛无当接受吧？我想这任何人拢无法度接受。你今仔日犯着这个代志，你爱这个假若再讲你是无去弄着人，无搁往前搁200公尺，有可能你就是就在抬死人啊！安尼时阵，你要安怎来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感觉你讲搁较侪这个理由，拢唔是头路。事实上，即马伫咱的即个6都内底，其实代驾即个产业，是不止成熟的，所有的代驾司机拢有受过真完整的即个训练，同时因嘛是拢有受到真悬的即个规范，因也有良民证，因也5年来拢袂使有即个犯规、犯错的记录，种种即个代驾的服务其实是真成熟啊，所以你搁要牵拖互代驾，我感觉这是真正是无理的代志。有影，你若是有啉酒吼，就是即滴你就袂当开车啦吼，这是咱所诉求的吼。继续搁请教吼左贝啦吼，咱讲到真正这个再犯的这个心态，咱头拄有讲到，可能伊就是讲无掠到，还是讲无弄到人，无弄死人，伊的心理就讲哇，我安尼1届2届，我会当逃我就逃啦吼。真正掠到了后，亲像伊这个心态，真正无出人命吼，才是这个咱讲吼，这个不可取的这个心态啦。尤其你伫咧咱讲吼交通的这个现场内底掠这的人，你看因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啥物？其实咱讲这个啉酒开车吼，你爱看讲伊的原因到底是伫倒位吼？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原因啦吼。有一种就是安怎伊就是有病嘛，有的人伊无啉酒，咱讲酒瘾嘛。你若伫外国，伊就爱去迄个戒酒会，爱去戒酒。第二种就是心理性，这心理性是安怎来？就是咱即个社会吼，有一寡无戒好的即个习惯还是风俗，譬如讲，你来食饭，你若无啉2杯啊，无互我面子，有的人要甲灌酒，无啉甲忙，我无爱互你走。咱社会是毋是有即个观念？你若有即个观念的时阵，伊即个人伊就会感觉讲，我啉酒我是足丰盛的，还是讲我是足了不起的？你有迄即个心理的时阵，伊就会讲，我来即个场合，我就是啉酒。甚至有的人讲，我啉酒，我通开车，我通开转去厝的，大家拢来比大拇指来讲赞，嘛是有即个监控啦。所以有无共款的即个原因吼。你若讲到讲咱这
再犯率吼，其实伫台湾吼，所有咧啉烧酒的人内底有30%，伊是拢超过5届6届拢叫人掠过。OK。啊，70%的人吼，伊是去人罚过一遍。哦。伊下摆伊就袂过啉烧酒开车。但是咱即马要预防的，就毋是讲啊这70%的，因为咱即马的法律法的，其实对这70%已经有够啊。OK。对，啊，但是对这30%的，你是罚偌重，伊才袂过还。哦，还是讲你爱有啥物教育，还是讲要甲戒酒的方式，哦，啊，甲送去治疗，你安怎减少这三邪的人？这是咱即马爱做的代志。啊，其实你讲这刑法吼，即马弄死人吼3年到10年，其实已经比普通的过失致死较悬啦。其实咱来讲，伊即个行为太阳，就是讲啉酒开车弄死人这件代志，是伊本身的这个行为是过失致死的一种啦。哦，伊就是无拄好啊开车共弄死，伊90%的人，甚至是99%，伊绝对毋是讲我超工看到你，我要甲你弄死，伊就是因为伊啉酒嘛，无法度控制。是，其实伊是过失致死的太阳。啊，但是咱甲伊的刑期甲诱长，啊，伫台人以下，啊，其实即个吼，咱讲刑罚有一个极限。OK。哦，无可能讲你若有刑罚，就无犯罪；啊，若无全世界，你若讲偷摕物件，就死刑，啊，全世界无犯罪。啊，有的人你讲鞭刑啦，其实你去看有鞭刑的国家，新加坡有鞭刑的国家犯罪率，佮连新加坡在内，全部拢比台湾较悬。所以你毋是讲我有鞭刑，我就无犯罪。其实有鞭刑的国家，伊的犯罪比台湾更较济。所以刑法是一个处罚的方式。啊，咱就讲你一件代志有原因嘛，原因咱想要来预防。啊，预防了真正无法度，这个人才是用刑法。OK， 头到左边甲咱讲清楚。是。头到左边吼，甲咱讲着吼，即个咱讲食酒佮开车吼，若是讲弄死人吼，啊，这是3年至10年吼来判吼，所以是咱讲吼，即个过失吼。地数的一款即个用态伫咧吼，啊有人讲吼是毋是甲即个吼食酒开车地数吼，甲即个杀人罪吼，甲吼咱讲甲刑期用吼共款吼，自法律的战术，咱搁来请教咱第3位来宾吼，社民党台北市议员吼苗鹏啊吼，咱甲咱解说一下，咱讲吼刑法自法的这战术，安怎来看即个食酒开车？其实咱的即个刑法的即个刑度已经比过去拢搁较加强啊。咱顶届修法啊，是咧2019年啦吼，两当前啦吼。甲即个食酒开车的即个刑法吼，其实你即马看吼，5年来再犯酒驾吼，即马已经上重的判到无期徒刑啊。是啊，判到无期徒刑，跟其他的国家来比较，包括日本、包括新加坡、包括咱法国、加拿大吼，其实咱的刑罚吼。是无较轻哦，是共款重的哦。OK。所以讲，即马咱咧看这案件的时阵，咱要看一项代志。你看这高雄的这案件吼，其实这个驾驶吼，连2当前哦，伫伊的面册吼，佮普文讲吼，这个酒驾吼罚太轻，伊用非常激动的言论吼，咧批评食酒开车这样代志。啊，你看另外一个宋少卿。伊是一个累犯啦吼，啊，不过咧，伊正伫咧一个网络的节目吼，和即个网络名人朱学恒，两个人都在批评讲，哦，酒驾这是唔对，哦，酒驾要把他打死，伊嘛是讲安尼言论啊。啊，伊即摆来看，你讲，这两个人明明知影讲食酒开车是唔对的代志，为什么伊会搁安尼做？是因为讲，刑罚过轻，所以他们这样去做吗？其实无一定啊。即马咱法律吼已经修改甲愈来愈重吼，已经和即个杀人吼是差不多啊。伊句话讲是差不多。为什么有人叫明知故犯？明明知影唔对的代志，搁要去做？其实咱要来看一件代志，叫侥幸心态。就讲，就是人讲啊，别人袂使安尼做，但是我开车技术做好诶，我唔惊。我那种侥幸心态，也是讲呢，伫咧非都会区有无？我说啊。一下子应该袂互掠到了。OK， 这种侥幸心态，咱要安怎处理咧？其实讲靠刑法迄是事后的代志。已经有人受伤啊，已经有人即个过身啊，咱过来处理伤晚。其实讲事前处理是较重要。要安怎事前处理？我提出一个啊，新文化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运动哦，毋是讲防范酒驾，干那是警察的代志、检察官的代志、法官的代志。安尼的想法是唔对的。是防治酒驾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代志。你个想，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吼，你讲酒驾是对还是唔对？
我想讲100%的人拢会甲伊讲，这酒驾是毋对，对 ，OK 好。刷来，你若是喊人去食饭，啊，你看到你的朋友、你的亲情有啉酒，啊，伊讲要走的时阵讲，无要紧啦，我阁很清醒，我要开车。就问者，大家会甲伊主动无？还是你就默默的就放在一边了？即阵可能有一寡人会开始主动，讲你都袂使搁开车。但是有一寡人就默默的让他去嘛。OK， 对不对？你想宋少卿伊毋是一个人啉酒吧？这个高雄迄案件，伊毋是一个人啉酒吧？那也拢无人甲因主动，对不？有人你的亲戚朋友讲啉酒啊，伊要去开车，你会不会阻挡他，帮伊叫一台计程车，看伊上车，看伊走，对不？如果全民都会做这件事情，我喊大家保证，这酒驾案件啊，一定会减少。这第二项呢，吼，为什么现在咱无一个酒害防治法？而且最奇怪，咱有烟害防治法，对不？啊，烟酒是同款的啊，拢有一个外部成本嘛，负面效应嘛，副作用嘛，对不？啊，咱有烟害防治法，你规定讲哦，你若是食薰，你袂使可让别人受到二手烟。啊，即马你若是啉酒，你的酒驾，你的家庭暴力，这些外部成本都无人来管。OK， 所以讲我认为讲立法院内底认为啦吼，会使考虑讲有一个酒害防治法，加一个责任吼卖酒的人，酒商。酒商你卖这个产品，你咧趁钱啦，要不过你的产品的副作用拢是社会咧承担嘛，对不？啊，你是不是讲你要付出一些社会责任？包括讲这酒驾的时阵，你的餐厅你咧倒位食饭，你咧倒位啉酒的，你的餐厅的人知影讲你开车无？知影讲你啉酒开车无？那是知影，就问你行政法要不要出来？行政的力量去限制说，我们要把酒的副作用该限制一下。个要负责任的，你要承担，你用酒来趁钱，你就要有社会责任啦。所以讲，伫咧法律上吼，我是感觉讲，咱刑事政策、刑事的吼，已经紧绷啊。紧绷啊啦！咱头拄看到讲吼，这个刑事的部分，咱讲事后来去发吼，已经比这个过失吼致死的人吼，这个部分已经有较重啊吼。啊，头拄这个吼，议员所讲吼，咱事情会当安怎去预防啊？就是讲，全民这个新的这个运动有啉酒。所有的边仔的人，你就建议唔通阁互伊开车啊！看到伊上这个客运车，还是讲吼代理驾驶吹到，甚至无开车啊无啉酒的人吼，开车甲伊送转去，这是咱讲事情。另外吼，这个酒商的这个部分吼，有一个酒害，咱讲防治亲像这个混害共款吼。但是咱回想伫咧2019年迄当阵吼，连带责任，咱讲迄当阵吹出来是咱讲吼可能是坐公车的人吼，也是讲公道的人较有啦吼。酒商这个部分拄到啥物困难，咱阁请教吼这个美罗姐啦吼，你安怎看咧？我想，针对这个三城的这个啉酒开车累犯这个部分，吼，咱有几种的一个建议啦，吼。第一就是讲，就宪法186条啊，或者是社会特殊维护法这个部分，会当来这个修法互这个法律会当将这个啉酒开车累犯的人先。拘留3天至5天。拘留应该就有效啊。这是上有效的代志啊！互你一时一刻马上失去自由啊！互你知影迄个艰苦的这个滋味啊！因为咱上主要是要查这个三城，伊也未去弄死人，也未去造成这个不可挽回这个悲剧进程，会当帮助伊，也是在处罚，也是在矫正，互伊会当。袂过去酒驾，互伊迄个上大伤害袂一再，最后来发生，然后再起惊，迄阵拢袂赴啊。第二项就是讲哦，咱会当用科技的即个执法，因为自起呢甲东的差不多这三城累犯吼，政府拢总有名单，嘛拢总有电话，所以咱会当用细胞简讯我莫讲是即个照3顿才间隔啦吼，但是至少初一15嘛，或者是1个月1届，用细胞简讯在提醒也好，在间隔也好，互伊知影即个法律偌严重，互伊了解。我是感觉这咱应该爱做会到，即马地动大家拢有细胞简讯台北市卫生局嘛，最近我有接到2届的即个。禁婚的这个简讯，禁婚嘛有啊 ，OK。何况是这累犯，其实伊这高风险的这群人，其实
这互你3万人，好无？全国应该是会当用安尼即个科技的执法的情形，目标来管理，将因来列管。OK， 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第二就是讲，马上透过咱的社区的社会安全网，这个网络有各种的这个专业的人来协助。当然，这必须将这个人个案来刻入去这个安全网内底，有社工、有里长，有警察。拢会当来这个斗相共。那另外就是讲，伫这个道路安全的这讲习内底，阮过去一直强调讲，这个讲习呢爱有够震撼。这个讲习若是讲甲谈教室内底听讲师讲听甲独句，也就煞了，这是无效的。是。最近我想是3年来交通部伫阮的这个要求之下，已经伫专管区拢有将这个道安讲习的课程一部分刷去伫殡仪馆进行。OK。这部分我就感觉嘛是有效，有够震撼，因为咱过去真少为这个生命教育来提醒大家重视家己的生命，搁爱重视别人的生命。所以我嘛要讲起，那殡仪馆有效那蒙阿波嘛爱来 ，OK， 带规定来蒙阿波来讲这个生命教育，对家己这个食酒啉开车的代志，应该爱来参会，但是这个参会认错嘛爱改革 ，OK， 认错嘛是爱改革。过来就是讲，昨拄也有专家提起的，就是这当中嘛有人是掠家己无办法，就是啥，伊就是上瘾的，有酒迄个伊就是变做破病的情形。那这部分嘛爱协助伊甲这个成瘾科的这个医疗界甲这个地检署甲县市政府来合作，编有算来协助因一方面受处罚，一方面爱去看病，爱去治疗。OK， 另外就是大家嘛有讲起着这个食酒袂当开车，开车不可食酒，这部分是每一个人拢有责任。所以呢，除了这个连坐法以外，我嘛是认为咱亲友内中，大家拢爱将咱亲友当中的这个食酒累犯的人，小可斗顾一下。斗顾一下，斗体大家拢有责任啦。大家拢有责任啦。老实讲，恁兜若有一个人犯着这个代志，你敢你伫社会敢会当徛起？你这个责任敢过去 ？OK， 有影啦吼，所以咱讲着有真侪种方式头拄咱讲着186条咱讲这个部分拘留3天至5天一部分你就限制伊伫遐，袂当互伊行动这过去咱嘛看到一寡这个案例，咱看到讲这个媒体人伊慢慢去互弄死啦，伊讲这2天进前伊才去互掠一届，2天后伊佫弄着人，人阵真正弄死人所以若是有这个拘留3天至5天，限制伊伫遐这个部分恐惊就袂发生着另外这款的案件。另外咱嘛讲着细胞咱讲信息的这部分唔免照3顿咱讲初15甚至是咱讲12月佮明年1月2月，咱讲这个咱年底佮甲咱讲新正年头这个部分真正是咱讲这个食酒开车这个官方虽然这个部分唔免开真侪钱，但是伊会当减少真侪这个外部的这个成本伫咧另外咱要过来带大家看讲高雄市这个部分这个男子去用收押，但是伊用什么刑度咧？咱先做来看。我刚刚说抱歉啦。对不起。自警局移送地检署复讯，4名驾驶连续讲3遍失礼。日暗，伊啉酒开车，经过高雄的河东路国宾街路口时阵，弄到4人1个火眼死的人，妈妈被弄飞当场死亡，爸爸甲2个查某囝受伤，查某囝抑阁伫咧加护病房。高雄市长陈其迈希望法院加重量刑，死者家属也希望，因为亲人是最后一个酒驾的悲剧。我女儿是最后一个，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希望能够很严惩这样子的法律以后，希望能够有这样子更严加的那种状况。这个驾驶伫民国95年甲98年拢有酒驾违规的记录，历来车祸时阵是5年来再犯。
被吊销执照，抑个无照开车，造成悲剧。不幸死亡的姓范的女子是自新竹过来高雄，甲爸母的感情真好。23才甲妈妈讲过圣诞快乐，无想到讲国见面是伫殡仪馆。较好的啦，甲啲厝边啲人问话嘛，迄是足善良的人，对不对？不然人家足气的。警方依照无确定故意杀人罪，就甲吊死致死等罪嫌，加死亡的驾驶以上，甲伊坐公车的朋友是连坐罚600到3000。高雄地方法院28头早以酒驾致死罪嫌裁定收押，不过并无禁见。市警局也自27开始全市连续8天大执法，重点处理酒驾。台南市伫24到26这3天已经处理58件酒驾。其中50件拢是酒接待超过每公升0.25毫克，涉及公共危险罪嫌比以上。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伫这个高雄市这个姓杨的这查甫人吼，食酒开车吼弄死人这个部分，咱看到吼几啊件事件啦，会当来好好讨论。第一啦吼，伊是吼几啊届吼累犯吼，而且咧伊可能早到这个吼，咱讲吼驾照去互吊销去啊吼。啊，另外咱讲到吼坐公车其实吼。本地有甲伊考劝吼，但是考劝，咱讲是毋是这个刑法的这个责任有够轻的轻啊，600至3000块的连带责任吼。啊，而且咱头拄啊，其实吼，这个吼苗鹏啊吼，这个议员嘛有甲咱讲着吼，酒商到底爱负是寡什么款的这个责任无吼？咱先来请教左边啦吼，咱讲无照，佮有这个咱讲吼坐公车的连带责任是毋是伤轻的？哦，咱台湾即马你若讲刑法的这个上限吼，其实已经差不多啊啦。但是咱伫执行的时阵吼，内底有一寡物件是咱搁通啊搁改进的。第一个就是讲，你像即个高雄即个吼3届啉烧酒掠着，啊上小庆是5届，第5届啊。啊，你就感觉讲奇怪，伊这3届5届，咱毋捌叫人掠关。啊，因为吼，咱大家看伊的迄个酒测法定容许值，违反无弄死人、无挡伤，伊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OK。啊，你学法律就知，像那是2年以下，会当缓刑嘛。好罚，然后1颗罚金，然后缓刑啦。吼，所以大部分啊，90%的人，其实你若卖弄死人，你卖让人弄甲挡伤，基本上是袂关啦。OK。好，啊，你若像宋少卿这个，对于来讲，20万根本对于来讲无啥物啦。吼，伊用钱解决代志嘛，解决3届5届。一直甲伊弄死人，迄天为止，伊才有可能受到咱拄仔后壁讲的这较重的这个刑罚。所以对一届罚钱你就会解雇的人，甲迄个弄死人你甲重罚的人，中间的这个暂处这内底这3届5届一直你重复你啉烧酒这的人，你无法度互伊受罚嘛，因为伊感觉无要紧。是。哦。啊，第二就是讲你若伫外国，比如讲你若伫英美法的国家，伊就无这个问题。是。你像美国，你开车啉烧酒弄死人，伊是2级谋杀，无的。甚至讲你挑工弄红点，甲人弄死，法官感觉你是恶意的，伊嘛是做杀人啦。是。所以伊嘛无像咱讲规定讲安怎有做重伤，安怎有做致死，伊是规个是南做伙内底去规个去检讨。啊，但是咱就是爱，伫即个案件内底，有人讲，是毋是检察官？哦，还是讲法官上尾判决时阵，是毋是像即种的累厝？啉酒开车的，佮弄重伤了，佮后摆佮人弄死人，是毋是用杀人罪甲起诉？是毋是会使安尼用较重的迄个法条？毋是讲逐届拢一直限制伫185条内底嘛？啊，像迄个罚公车的人嘛是共款啊。咱即摆讲罚600到3000，你感觉无啥？是。啊，其实你有想讲，伊即个人，伊若甲伊做伙啉酒了，明知伊无法度开车，啊两个斗阵坐副驾驶座，啊两个咧开讲就欢喜出去叫人弄死人。啊，伊即个弄死人是犯罪，伊有即个保证人地位无？哦，法律内底有即个物件，就是讲你虽然你毋是犯罪，但是你应该有作为去阻止犯罪，像你若当作无代志，甚至甲伊同齐去。有一个人要杀人，你知影伊要杀人，你无甲阻止，你讲啊，我开车甲你载去，这有责任无？有影。对，所以你若讲啉烧酒，你若甲做一个咱重要即个犯罪的时阵，是毋是有检察官甚至讲有判决会出现讲，即个人？公车还是做伙啉酒的人，有保证人地位的时阵，下摆你有即个判例的时阵，都可能有人因为即个判决，伊可能伊就会受到即个处罚，毋是干那讲我逐间出现弄死人了，我再甲你判10档，其实已经无效啊。啊，中的即个改善的时阵，你也有即个迄落。啊，另外就是讲无照，无照驾驶吼，伫台湾是
定定看到是嘛，因为无照驾驶罚伤轻啦。OK。阮大概去查到迄个违规的车吼，伊一落来了哦，身份证摕出来，啊，你较紧开过，我要来走。互你登记就好安尼啊，你安怎？你先摕份身份证，啊，落无驾照。吼，啊，你一查，伊个罚单吼，100外张、200外张，规10万、30万、40万唔捌你纳的。OK。伊互你开无要紧嘛。啊，你若像这个酒驾2次了，你已经吊销，你袂使搁考，啊，想一直搁开，因为无照罚足轻的。OK。啊，无照罚足轻，搁另外一个就是，谁若有人要甲车租互伊，是啊，谁伊的朋友要甲车借互伊，啊，你安怎去阻止遮的人？你像日本，因为有这个袂使甲车吼卖互有犯罪前科的人。OK。哦，他有规定哪些犯罪项目，你若有前科的人，你袂使伊名下袂使有车啦。啊，你若像这个，比如讲你若酒驾2次，吼，啊，拢叫人抓着，虽然你是1颗罚金，也是安怎，无要紧，反正你名下你就袂使有车。啊，你下摆借车互伊的人，第一你就犯，你若弄死人，你车没入嘛。第二，我拄仔讲的嘛，你保证人地位嘛，你想那名义知影伊无照，啊，伊搁爱酒驾，你搁甲车搁借互伊，啊，我就追究你的责任，唔是干那罚钱尔，我追究你的刑事责任。OK。哦，其实这是咱通常去做的代志啦。有影吼，所以咱讲到吼，7成会当改过的，当然吼，你列一届安尼就好吼。但是这个3成的这个累犯，咱安怎去改吼纠正起来吼？啊，头仔吼左边嘛讲到吼，有的人吼真正是咱讲罚伤轻吼，伊这个驾照去用吊销去了后，伊就讲哇，这无照，我这个身份证摕出来，就互你登记就好啊。伊连法都无法甲你纳啦吼，所以伊就是无咧甲你信到吼。所以咱讲法的这个赞助对有的人有效啊，但是对有的人无效啦吼。但是这个无效的人，咱安怎去甲吼纠正转来吼？继续咱过来请教吼这个议员吼，咱头都有讲到吼，这个酒商的这个部分吼，啊，咱讲到吼，其实2019年时阵，咱这个吼美浓姐家吼，其实有提出来，但是当阵嘛有拄到一寡这个阻碍伫啦吼，就是讲哇，这个酒商家也是吼，这个咱讲吼，这个海产大啦，因是卖酒的人吼，伫遮就拄到一寡这个机会，你感觉安怎去突破咧？所以讲，我拄仔讲吼，这是个新文化运动啦，这是一个社会运动，为虾米咧？就是讲，即马社会上拢认为讲啊，食酒开车吼，伫遐迄个刑罚甲伊加重就好啊。但是咱即马刑罚已经加到一个紧绷的状况啊。那为虾米即款代志佫层出不穷？其实最重要就是讲，大家无想到讲酒驾防治其实伊是有成本的，不是讲用嘴讲的就使防治。唔是干那 slogan 一直画啦吼。对，参像咱烟害防治，迄唔是嘴讲尔，你有一个烟害防治法了后咧。可能你搁要去投资迄个吸烟区甲非吸烟区嘛吼，可能足侪人做生意的时阵，本体你的店是会使食薰的，后来变做袂使食薰的，这拢需要改变。啊，共款的酒害防治嘛是共款啊。即马大家讲啊，你喺台湾买酒吼做简单的，其实讲大家吼若是去国外其他的国家去比较。会拢收起来哦。对，你喺台湾你要买你的酒吼是做简单的代志，你啊凊彩一个人，你啊18岁以上你去。便利商店，你话随时拢会买到啊！吼，啊，而且咧，你喺台湾咧，你讲喝酒之后，吼去开车，啊，你讲罚足重的，好罚足重的，但是你边仔的人拢无甲伊主动的时阵，你讲一个已经啉酒的人，你期待讲伊个清晰思考，敢若一个正常人正常的状况去思考讲，啊，这是毋对的代志，我袂使做。这叫做缘木求鱼啦，伤过困难，因为你啉酒就是讲已经改变迄个思考的能力啊嘛。啊，所以讲即马这个情形就是讲，咱需要讲每一个人都要出力去主动食酒开车这嘛行为啊。是。所以，比如讲海产店，吼，是毋是咱要规定讲，若是以后咧，你的这个人客伫你家啉酒，毋是要别人遐，伫你家啉酒，啊，伫你家开车出去发生代志。啊，是毋是你这间店有一个行政罚？因为你无管理好你的产品的副作用嘛，对不？那以后咧，这个店家咧有做一件代志做简单的啊，伊甲和计程车公司配合啊。那是有人客已经啉酒要出去的时阵，帮伊叫计程车，帮伊叫代理驾驶，安尼就好啊嘛。这你知道资本主义哈，也可以想办法。资本主义的力量很大。咱防治酒驾，我们若是靠警察、靠检察官、靠法官吼，是无法度做甲全套牢啦。即马吼做甲7成就袂歹啊啦。啊，剩咧3成个累犯的部分，你的厝内的人、你的朋友、亲戚，你知影讲哦，这个人有这个问题，
是毋是讲大家要加强家己照顾？哦，你若是这摊咱有啉酒好，这人大家特别该注意了。OK。你要有这个意识啦，社会上所有的人，你毋是讲看到新闻伫咧遐骂，我讲高雄迄个弄死人的，伊看到新闻，伊嘛是骂，骂足大声。啊，到伊家己咧，家己嘛做这款代志。有影。所以讲文化的改变吼，才是来解决这个酒驾累犯吼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有影吼，咱讲吼，2019年吼，咱讲修法较大啦吼，到底咱抓到的是毋是有降低咧吼？咱来看到讲吼，106年吼，到2017年吼，甲这个吼2020年吼，统计甲这个9月啦吼，咱看到讲吼2017年的这时阵有10万件吼，这个10万3千外件吼，甲啦2018年10万吼1000外件吼，咱看到讲，其实咱讲豆开始有降低，可能有一寡这个成效啊啦吼，咱来看到讲吼，以上的这个部分啦吼，咱讲以上的这个部分嘛是有咧降低啦吼，但是这个地数吼，咱讲24点钟吼死亡的这个部分，咱可以叫做是 A1 的这个车祸啦吼，当场死亡也是讲吼真正救袂回来吼，咱看到讲吼，其实。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吼，人数是搁较增加的，然后当然有当时啊，这是一个弄到咱讲吼，食酒开车的人弄到这死亡的这个重伤的这个部分是较重的，然后咱继续过来请教后面拢姐啦吼，安怎来看讲？修法其实有伊的这个用处甲必要性啦吼，咱讲行道可能已经较进步啊，但是安怎管，这才是吼咱讲正办的这个代志啦吼，安怎看讲这个数字内底搁透来什么信息咧？我想吼，伫即个行道的部分，其实已经有一个屋顶，已经嘛是有一个弄壁情形吼。总是不管任何一种的犯罪，刑法总是最后的一个手段。上主要我是伫即个预防这部分所以咱会当看到，差不多是最近5至8年这个中间事实上，警方伫即个查酒驾。这个半路咧检查咧拦截这部分的频率，差不多一年全国差不多伫10万件至12万件这个范围。但是以上的部分差不多维持伫6成至5成。也是因为安尼，咱会当看到这个频率一直维持伫遐，无啥物降低。但是就是因为安尼一个频率，所以食酒开车去做事的，去伤害别人、去弄死人的这个代志有较减低。你是讲有去抓，就是有差啦，有效果啦。有差。OK。当然全民的这个意识自从阮甲这个社会来对话讲这个酒驾零容忍就是食酒开车绝对袂使容忍的，无任何妥协的余地。这个对话也有形成一寡的这个压力。我想是有一个共识。那伫遮我来回应一个讲起到这个议员讲的这个酒精危害防治法这个部分其实阮伫2019年修法以后，就要来过来继续来设这个专门法。不过我也受到真侪人甲我讲讲你爱较细腻的这个酒商的细力比这个香烟商的细力更较强你有可能去街头巷尾去用看报地就会其实呢，伫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全世界伊的会员国已经宣誓，就是讲这个酒精危害这个代志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所以伊希望所有的这个国家会当来立这个专门法，就是这个酒害防治法。咱嘛是有想要安尼做，其实酒害防治法就是亲像议员讲的，咱在这个酒精来源这个水龙头。在缩小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咧创议这个代志的时阵，伊提出了真侪措施内底一个真重要就是讲，你酒精的源源不断，一直透过无用一直供应而且你供应的方式遮尔利便台湾真正我看即摆是全世界上利便一个国家，无时不刻24点钟。
3步一间、5步一间的便利商店，随时拢会当买到酒精饮料也好，烈酒也好，甚至咱还佫有药酒。OK。这所以随时要啉烧酒，无人管你。这其实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咱所讲的酒精危害防治法上主要要讲的三项的这个代志，3项的措施就是对这个广告代言、行销这部分，这3部分也是会当做一个有效的这个缩小管制，互所有的人要去买到酒、要食酒唔是遐尼单一，唔是遐尼简单，唔是遐尼利便。OK。这就会当形成一个真有效的一个约束。OK， 其实咱讲到吼，这个食酒开车啦，这是一种家己行为人的一种责任。但是咱头拄讲吼，酒商这个部分吼，头拄这个美诺姐嘛讲到，是2019年的时阵，因其实都咧杀，但是当阵连带责任敢若杀伫港车这个部分吼，酒商家迄当阵是真正拄到一寡这个困难伫咧吼。但是伫咧日本嘛是有案例讲，酒商也是讲卖酒这的人吼，伊有这个酒，咱讲吼酒商的这个标章啦吼，标章我其实是会当甲你剔离的啦吼。撤掉的啦，咱继续请教这个美诺姐哈，日本的这情形是哪？是日本伊的这个连坐法，就是为食酒的人开车，一直甲港车的人去斗阵坐车，无阻止去斗阵坐车，一直甲你是为倒位食酒出来，你伫倒位买着酒的，伊这就是有一个一条龙的连坐法，是这是真严重的，甚至咱昨拄主持人也有讲起这个卖酒要有酒牌，是几乎全世界多数国家拢是安尼，这是一个特许特别稳准的一个行业，所以你要卖酒咱也知影真侪国家对这个服务员拢有一寡训练。OK， 你除了干那卖酒以外，你再看这个消费者，伊是毋是有啉酒过多啊？伊是毋是要醉啊？伊有啥物这个特别奇怪的这个互动这你拢爱去注意然后你就爱想办法安排伊会当安全倒转去这是拢有一寡职业上的训练而且若出代志了后你这个酒牌有可能被吊销。OK 这个当然是日本的这个连坐法照我所知影，因有这个连坐法了后，其实因的这个食酒开车这个代志，比例降低3成以上，其实是真有效。是，不过咱也为着修法会当确实会当来实现，会当执行。所以，阮当初是伫迄个修法的时阵，阮的提案就是甲港车的人有一个连带的行政责任。这个主要，即摆大家看到讲罚600块甲3000块罚只酒，主要咧甲大家提醒就是讲，食酒开车这项代志，毋是干那迄个开车的人的责任，大家拢有责任。这就是头拄仔这个议员嘛有讲到，大家斗阵甲伊啉烧酒的人拢有责任，甚至老实讲，咱做伊亲戚朋友，咱嘛有责任嘛。是。咱嘛有责任讲，事先来在口劝。无就是伊也是有这个酒瘾的这个可能性伊是这个有怀疑的咱来协助伊去这个治病去看医生甚至各式各样会当来提醒，会当来帮忙。是，但是咱嘛讲着吼，这个真正姓酒的人有影。你要甲讲，真正嘛真歹讲啦吼，这是有一寡这个难处伫的，但是咱就是一直爱讲，一直爱讲，一直爱维持，无你就是看头看尾哈，伊要去打你就倒顺倒看一下，这是一种方式啦吼。另外咱阁讲到啦吼，讲到这个酒牌这个部分吼，其实头拄吼，这个议员嘛有甲咱建议讲吼，这个海产店嘛有责任，但是其实有的人讲吼，我讲我要去坐捷运离开200公尺伊阁去塞车，这到底要安怎？伫咧这个咱讲吼执法头顶去判断讲，到底真正要若是有这个法，行政法要罚这个吼，咱讲海产店要安怎罚咧？左边。其实咱讲有赞处啦。第一个赞处就是讲，咱社会上爱对啉酒这件代志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我看到人啉酒，伊若有要开车，还是要做其他的行为，若是开车来去啉酒了。危险的行为足侪啦，咱爱有一个意识，就是讲，即个人咱会甲做到。OK。甚至讲我去
报警，还是找人来处理安尼吼。啊，咱社会对你的亲戚朋友，若有人有这个歹习惯，吼，咱莫甲当作讲吼安尼，互人知是一件歹代志。咱甚至爱讲，咱叫人来甲治疗，还是叫伊去看医生，看身心科的医生吼。啊，第二就是拄仔讲的，你要到餐厅吼。甲即个人讲啊，你都袂使开车，啉酒了袂使开车，其实管袂着啦。伊即马甲你讲好，我要坐捷运，才行200公尺，叫伊开车，啊去弄着人。啊，你讲要追究这餐厅的责任，啊，你要安怎追究？其实吼，咱爱有一个就是讲你全民尽这个义务，还是讲甚至讲咱有一个酒害防治法。就是你这个餐厅，第一你要有警语，你若有卖酒的所在，你爱警语。第二，你爱提供代驾服务，还是计程车的服务。哦，啊，第三。就是讲，你若看到即个人客已经啉酒啊、茫茫啊，吼，啊，你也甲考劝，你也提出警告，啊，你甲定数拢做完了，吼，啊，甚至讲伊若讲啊，袂啦，我就一定要开车，伊就无听你的，安尼做成记录，你做记录，啊，我就毋是警察，讲我即摆看伊茫茫，我甲手铐铐起来，无可能嘛，啊，你甲这定数拢做了，吼，啊，咱做一个每个人要尽的义务，就敢若你食薰，第一你袂使卖。18岁啊，第二你要有警语吼，啊，第三你若讲公共场合袂使啉2手烟，你甲这个程序拢甲做了，就敢若咱进前口罩时咱嘛有讲过，有的人袂挂喙암，尽着你的义务，你尽着你的义务，讲啊规定就是爱刷开啊，麻烦你挂者，啊，伊若真正袂你嘛无法度，对无？你嘛无法度，但是你甲这个情形记录起来，后摆你通对这个人是讲，甚至罚这个人迄是后壁的代志。但是我的责任若尽了啊，你就袂使甲我追究啊，你袂使讲伊去开车啊，我有大家讲啊，啊，我有做记录，阮店的搁搭一个标示，讲叫伊卖啊，嘛有客人车互伊坐伊买。啊，我拢做了，你无法度管。原来这个zan处的造出来。啊，但是这个咱应该要尽的这义务吼，不管是行政指导，还是讲后摆有这个酒害防治法啊，甲规定伫内底。啊，上尾就是拄我讲的。咱即个罚的时阵吼，毋是罚迄个足重的啦，毋是罚到迄个弄死人的啦，迄足轻的，头一届、头2届，啊无弄着人的，啊你大家拢甲迄个医科罚金，还是甚至拢缓刑吼，啊即个人你其实你爱互处罚，爱先互伊惊，伊后摆就袂搁罚搁较重的罪啦。有影，咱讲着吼，即个酒害防治法吼，头拄仔咱嘛讲着吼，即个话题吼，另外问的啦，咱就讲吼啊，海产大真济吼，卖酒的即个吼，小姐也好，生鲜也好啦吼。这后摆的管无，对啊，你要甲教育啊，讲你卖酒趁钱嘛，但是你趁钱了，你有一个责任哦。比如讲，我就是定期的宣导，还是我店内底爱有啥物设施，比如讲出去一个酒精浓度测试器啊，你咧超过啊，我就讲啊，拜托这个人客你出去莫开车，还是安怎？啊，阮遮有客人车，啊，要你叫无？啊，你拢讲了，伊买，伊家己行去500公尺了，停车场家己开落走去，啊，就无你的代志。但是头前你才甲做好了。OK， 做套牢，然后继续搁请教吼议员吼，咱头拄讲着。亲像讲这个广告也好，代言也好，行销也好啦吼，这个酒牌、酒商吼，酒害防治法头拄仔你嘛吼提供吼，这个观众朋友做参考啦吼。啊，头拄仔咱讲吼，卖酒者吼，真正爱带真济这个责任啦吼。啊，另外咧，但是咱头拄仔讲吼，左边有讲吼，一寡这个残存物件会当搁去防，安怎吼避免这个行道，伊会当吼，先讲我这物件拢做好套牢啊，我就无这个责任啊。但是咱讲未来吼，真正来要去规范，会搁拄着啥物款的难度无？头一个困难就是讲，足侪人讲啊，这亚价伊无想要做嘛，吼，就亲像讲咱即马讲啊，烟害防治法，你要安怎去管？足侪做生意的就讲啊，这做麻烦的，我要伫咧我店里啊搭这搭迄啊，我人客要食薰，我搁要去甲伊考劝啊，这做麻烦。但是这就是考验讲吼，咱台湾的社会对安酒驾，到底是偌济决心啦 ？OK， 若是政府有决心就好呢，人民家己嘛有决心啦。我家己吼食酒就无爱塞车，这是我家己。我看到我朋友伊食酒要塞车，我一定帮伊叫计程车。我一定看伊上计程车转去厝的，因为我即马就减少一个食酒开车的案件嘛，对无？啊，包括讲做生意的人，咱是毋是讲哦，就亲像即马大家拢即个武汉肺炎最严重的嘛？啊，为了咧保护大家健康，所以我入去迄个店内底，我拢要写迄个实名制，对无？我拢要量体温哈。啊，这定数对防酒驾，是不是讲咱共款嘛是啊？我的店若是有卖酒，好，你这个人客来，我先登记2项代志。头一项，你若是有啉酒，谁要帮你开车，谁要甲你送转去，名甲电话留落来嘛，对无？啊，第二项呢，就是讲你厝内伫倒位，吼，若是讲你啉甲毋知你去毋忘去啊。我帮你叫计程车，甲你送入去嘛， OK， 对无？啊，你有登记好，啊，大家咧安尼咧食饭咧啉酒，啊，出去了后，若是讲你搁发生代志啊，
你已经有做啊，那个发生代志啊，这就无你的责任。啉酒是命罪啦吼。对啊，但是你若是无做歹势，这责任爱追究啊，对无？就亲像讲，即马咱出去食饭，若是讲这个店无遵守防疫规范，是不是要罚钱？罚这个店嘛，对无？啊，这同款啊，其实酒驾伤亡的人数吼，可能比迄个 COVID-19 的疫情吼更较严重啦。有影。所以讲，咱用同款的手段来讲啊，实名制有登记对无？啊，我年岁已经到，我会使啉酒啊，我若是烧酒醉。啊，后壁要安怎处理？我先甲伊写落来，写好，啊，是毋是减少足侪案件？哎呦，做法就已经走出来哦。啊，第二项，咱的酒商吼，其实你卖酒赚的钱吼，要拨一丝丝出来，要做啥？要做酒瘾的这个戒瘾门诊的经费嘛。即摆咱台北市有做一项叫做戒瘾门诊，不管是食薰啦、食酒啦、吼、食毒品啦，这种有瘾的吼，大家拢讲戒瘾门诊来看。所以讲咱。台北市吼，你酒驾若是讲你有累犯吼，你有犯过，但是你有酒瘾的，其实是专个联医去做戒瘾门诊。OK。但是戒瘾门诊爱钱啊，我知影讲，足侪其他的县市，迄个财政较差，无法度有即个戒瘾门诊啊，是毋是？咱以后有一个酒害防治基金，有即个酒商啊，提拨伊的利润来即个酒害防治基金内底来做即个戒瘾门诊啊，来做即个食酒塞车的即个辅导嘛。这心理咨询这种改善，这嘛是爱钱啊！这钱应该是由卖酒的利润来的嘛， 对不？啊，这项代志是一个社会的工程啦，不是讲咱嘴讲的嘛，不是讲咱刑事的处罚吼有活动就会使改善的。其实你看其他的国家哦，爱做社会的工程来，哦，卖讲劝酒、拼酒这种文化吼，咱嘛会改变。啊，当然咧，咱来关心讲，你若是有啉酒，你若是食酒吼，看到伊要塞车的吼。边仔的人紧甲伊主动，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啊。有影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做法已经有啊吼，这个海产店像其他餐厅啦吼，咱讲吼，啉酒性命罪吼，这是一种方式啦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数字 ，COVID-19 吼死亡的这个人数可能真正吼真低啦吼，比咱讲吼食酒开车弄死人这个死亡人数吼，咱讲真正这个警察大家当看有，咱都会当做防疫做个这套啦吼，性命罪咱都咧做吼，啉酒性命罪，咱讲买手啦吼，你若是啉酒，有人甲你载 ，OK， 你会当啉，啊是有人吼啊找好这个代理驾驶啊，等等这做法吼，头拄啊议员应该讲，另外针对着吼，这个扣税金的这个部分，咱会当吼真正，或者兴啉酒的人吼，一只吼去戒断伊的这个镜头啦吼，啊真正啊这个卖酒这个利润吼，拨一寡钱来去做一寡这个防治吼，啊这个咱就会当补足一寡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这个部分吼，继续搁请教美罗姐啦吼，头拄啊议员安尼建议，咱实际这个做法会当搁安怎吼，搁较有路的吼，大家来去做一寡这个遵循的。是我感觉这个食酒性命罪，这非常的好啦，吼，防疫新生活哦，这个食酒开车吼，一点仔就袂当妥协，啊，一点仔就袂当忍受。那么伫这个酒精危害这个防治法内底吼，咱早都有讲起吼，这上要紧的哦，关系到卖酒这部分的哦，广告行销代言以外呢，也就是咱即马要讲到的吼，除了这个卖酒有卡税以外，哦，抑个会当增加一个酒捐哦，这个酒捐就甲烟捐共款，伊就是一个这个专款专用安尼一个税来做啥？来做譬如讲来做照顾这个食酒开车去受伤，怎弄死人、受害者啦，受害者啦、受害者家属，或者是讲来安排这食酒的消费者也是卖酒的酒商，安怎来提供这个服务？食酒以后的服务，这嘛是由这笔专款专用的这个基金这个税款会当来做处理的。是，当然咱嘛咧讲吼，这个六都啦吼有真好的这个服务，较偏向的这个所在。吼，这个甲咱呼吁一下吼，真正偏向所在有人讲，我就只无这个服务，但是我就是要啉酒，这要安怎？这个偏乡要安怎来完备所有的这个交通服务？这嘛是阮一再咧拍拼的所在吼，作为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公益团体袂使甲叫大家逐项万项拢袂使哩。无你叫我要安怎？不过今仔日行到这个坎站，我真正是要甲所有的人讲，
会当安排的交通服务，拢尽量来安排，这是国家的责任。但是正经若是无法度的时阵，不管你是伫庄卡还是伫都市，只要你要食酒以前，你无想好你今仔日食酒以后要安怎样安全倒转去甲厝的，互你退1万步讲，你就是酒醉啊，你只要就是去住旅社、住饭店啦，还是你就是伫迄间餐厅就无法度离开啊也好，有人照顾你也好，这万项的措施你拢无法度做到位的时，拢无法度准备的时阵，真正就是一项，你就是莫食酒。有影啦，莫食酒啦。你就是莫食酒，我无法度为着你一个人要食酒，你将所有的责任拢推予这个社会，怨天怨地怨国家怨社会，你就是无怨你家己，这实在是足无合理的代志。有影啦，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咱再会，感谢多谢。